自2025年開始銷售嘅大埔南半山大型住宅項目上妍，依家已經拆棚，規模同氣勢一覽無遺。上妍由萬科香港發展，位於馬窩路，同一條馬路仲有區內著名嘅新豐花園。項目6座住宅分3期打造，依山而建，提供1650伙單位。物業設計與周圍自然山景融合，坐擁開揚綠意景觀。咁大規模嘅屋苑，間隔選擇亦富有彈性，涵蓋開放式至4房，仲設有多個連天台特色單位，俾住戶沉浸式體驗清新翠綠。上妍會所連戶外休憩空間超過10萬平方尺，設施超過50項，戶外有約50米長室外泳池、天台觀景台、兒童遊樂設施等等。至於室內設施，自然唔少得健身室、多用途運動場同親子設施，仲設有咖啡廳，動靜兼備，照顧唔同喜好。交通方面，上妍距離大埔墟港鐵站最快只係約3至5分鐘車程。東鐵線直達金鐘，亦可以北上羅湖落馬洲口岸，接通港島核心商業區以及北部都會區。屋苑對開就有專線小巴直達大埔墟站，發展商亦計劃申請接駁巴士，進一步便利居民出行。當然，你亦可以選擇漫步去港鐵站，順路去埋新達廣場食嘢買嘢，留喺大埔一樣可以滿足日常所需，感受滿滿嘅社區人情味。大埔海濱公園更加係康文署轄下最大嘅公園，無論做運動、賞花定係沿住海邊散步，一樣咁 chill。區內設有多間國際學校，加上鄰近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，教育資源優越，地靈人傑。山林在側，繁華不遠，上妍令生活回歸舒適與平衡，喺自然與城市之間揾到屬於你嘅理想坐標。